向來咧，西貢都有香港後花園嘅稱號喎。今日嚟到西貢，同你睇一個2號屋，呢度係威山區白沙灣嘅地段，鄰近呢個遊艇會，附近有唔少嘅名人。咁啊，呢度2號屋啦，成間屋咧總面積係2196尺，咁佢有齊前後花園同埋自己嘅車庫喎。先帶你入去睇下先。大廳嘅位置，佢仲有自己嘅私家 lift， 跟住呢度樓高4米有多，直望就係一個西貢入面呢個最好靚嘅景觀啊！呢個叫做蠔涌河，連接住出面嘅白沙灣，再前少少咧係遊艇會。住你嘅大廳，我自己覺得咧，佢就係最好用噶啦。試諗下，每日朝頭早一起身就喺呢個位置，可以望住呢度，對住一片自然嘅環境喺度食住早餐，飲住咖啡，都幾唔錯噶。樓嘅右手邊位置咧，我哋有一個小小嘅備餐台。咁啊，呢度有一個酒櫃同埋蒸焗爐。都係隨樓附送嘅，旁邊有一個小小嘅客廁，再嚟就係廚房嘅位置啦。廚房呢個咧有個 L 型嘅兩邊嘅備餐區同埋工作台，咁啊配備嘅全部都係名牌嘅電器廚具，一套齊晒俾你。咁當然仲有。最唔少得嘅都係嗰個雙門雪櫃啦。咁啊，入返嚟飯廳嘅位置，飯廳非常之闊落，非常之咁有氣派啊！住得別墅，住得獨立屋，梗係要樓底高，同埋個廳夠大，咁先可以招呼到朋友㗎嘛。就係主人房嘅位置，呢個屬於3房套嘅間隔。咁呢個景觀咧，就係頭先介紹俾你知呢個蠔涌河連接住成個白沙灣碼頭嘅地段啦。跟住入到嚟呢個主人房，跟住旁邊呢個浴室雙位設計，做咗乾濕分離有。連接住呢個位置，咁你可以做一個自己嘅衣帽間或者工作室，都絕對可以。嚟到旁邊仲有2間睡房，咁啊每一間咧都有自己嘅浴室。咁啊呢個咧就望翻住自己內園。而家同你睇埋最後一間睡房，咁都係有自己嘅套廁浴室嘅。咁全部房間每一間都係樓底高超過3米嘅高度，跟住有自己嘅一個露台。呢邊咧就望翻落四方方，咁其實間隔非常之四正啦。上到去2樓嘅話咧，就係天台啦。我哋而家上望埋天台先。上到嚟天台嘅位置咧，咁就可以更加清楚望到頭先為你介紹呢一個咁貼近大自然嘅景觀啊！想要喺西貢呢一個位置咧，有獨立嘅別墅，仲要係全新咧，真係好少有。所以今日特登同你嚟呢度，同埋最緊要係咩啊？方便，佢位置非常之好，呢邊就出返西貢，右邊就出返九龍。15分鐘至20分鐘嘅車程，你可以去到九龍，可以去到日出康城，5分鐘就去到市中心。生活上面嘅配備咧，可以話係應有盡有，小區嘅生活又好，同埋大商場嘅城市生活都絕對可以配合到你嘅需求啊！電梯同埋樓梯咧，直接落去咧就係連接住自己嘅車庫位置啦。咁啊，就算打風落雨都唔使擔心，直接就可以返到屋企啦。